係何湖景 Alan Ho， 萬錦市區域議員。今年已經係我踏入市會第16年。喺過去呢16年裏面，好多市民都睇到我係以民為本。例如，當社區發生任何嘅事情，我都第一時間咧企出嚟。一方面就替佢哋發聲，另一方面睇睇有咩地方可以幫到佢哋嘅。除咗我每日正常嘅開會嘅程序之外呢，其實喺社區方面呢，我都參與好多活動嘅。嗱，例如過去呢，我曾經幫過好多慈善團體，佢哋籌款係俾照顧老人家嘅機構同埋啲智障機構，甚至個食物銀行。另外呢，就如果有天災橫禍嘅呢，我都第一時間出嚟籌款幫助受害嘅家庭同埋佢哋嘅善後工作。我亦係喺萬錦市呢，我係自己創咗一個獎學金，俾一啲中學畢業生，佢哋準備升入大學嘅學生，令到佢哋呢係多一份嘅鼓勵同埋支持。喺今日我呢個發佈會裏面呢，我好多謝我好多朋友到嚟嘅支持，咁樣呢，我都係應佢哋所求，我繼續會競選連任，進入我第5屆嘅議會工作。希望大家大力支持，令到我成功連任。多謝各位。今日好高興可以嚟呢度參加何湖景 Alan Ho 再一次競選呢個 Markham 嘅 Regional Council 呢個 York Region 嘅 Regional Councillor。我哋識咗都好耐啦，咁我向來咧都對何湖景個印象非常之好嘅，因為佢係一個實幹嘅人嚟嘅，非常之勤力，但係咧佢有一個好強嘅正義感。咁我哋覺得佢咧即係做人和藹啦，同人哋交往好好啦，佢 connection 又好好啦。咁佢最出名咧就係將啲嘢做好。咁所以我好有信心佢可以再一次當選呢個 York Regional Councillor， 再為唔單止係華人社區，係全個區嘅人嘅福祉係努力工作嘅。咁我向呢度預祝佢一馬當先，就樣樣順利，成功咁樣再選到入去呢一個 York Region 嘅 Regional Councillor， 代表 Markham 整個城市我哋嘅響呢度嘅住客嗰個福祉嚟再努力。